浮游一梦，耿耿入怀10年，不如现在就搏杀。看看还往哪儿躲！奴才如此不服管教，不如老老实实的躺个1年半载。红衣郡主，这次历练你就不用去了。就这，第8重神勇镜。这次历练你就不用去。宝清王，宝清王，你起开，别拉着我！我要将你这个奴才碎尸万段！可惜你没机会了。这个方寒之前不过第7重路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突破第8？不可能吧？正是好机会！小心飞剑！方寒，你怎么样？让我看看伤的重不重？没有伤口。你没受伤吗？奇怪，你竟然没有受伤，收不回来。我明明看到剑刺中你了呀！交付黄泉土，收走了飞剑。真是奇怪。不管怎么样，没有受伤就好。想不到师弟身上也有上等灵气，刚不过是一个误会，请把凌风剑还给我吧。奇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方师弟，你欲杀人，却还想要回你的凶器。我其实留有余手，并不会伤及师弟性命。余手，好啊，那我也留有余手的刺你一剑，再将灵剑还与师兄，如何？绝不伤及师兄性命。荒唐！这可是金石台师兄赐我的灵剑。住口！刚才我师弟出手确实鲁莽了一些，但也是事出有因。我在这里替左师弟向方师弟道歉了。不过此区历练危险无比，团结在一起除魔卫道才是大事。这种气场和白海禅师傅差不多，能够顾全，至少是肉身9重通灵境界的高手。可惜我根本取不出交付黄泉图收走的东西。但如果不给，大小姐，看来只能靠你脱身了。莫师姐，解救蓝月国百姓于水火，这个大局风寒自然知晓。不过，我们大小姐的脾气，各位也清楚。有些事，我需要请示大小姐之后，才能正告师姐。还请师姐与诸位师兄放心，大小姐行事公允，到时候自会给各位一个交代。那就有劳方师姐了。方寒，哼，你怎么才找我来接你啊？贺仙子，那方兄，请留步！方兄真是进步神速啊！可是有时间紧迫，闲话就先别多说了，我们还是先各自回去收拾准备，再行会合。红衣说的对，刘兄，我先告辞了。红衣郡主，